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1个本土病例，有8例甲桃园联邦银行有关系，嘛增加57个境外病例。被瓜失踪的第4天，昨半暝，军方已经找到飞机的残骸，嘛找到有人的镜头仔甲皮肤进行比对，暗头仔就有结果。内政署甲检方约谈宜兰县长林志标甲相关人员查土地备案，和兴医疗集团砍下诈领保险，马上搜索约谈。新闻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11个本土病例，有8例是甲桃园联邦银行有关系，其他的3例是居家服务员，佮有挂友会确诊的亲人。另外嘛，增加57个境外病例。本土疫情佮继续在拖，对明仔载开始，轻症、无症状甲少年的确诊者，拢爱先送检疫所。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11例，那境外移入总共是57例，家人里面增加了3例。昨天晚上就是有讲出来的一个就是等于是中立的西提的那个。餐厅里面他的一个工读生，包括这西体这总共有3位员工，2位顾客，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是当天一起就1月7号晚上那个时间在一起用餐。17507这干妹妹前2天她有2个家人，那今天她的先生也确诊了17368，那她的家人一个是他的女友，一个他女友的小孩。那女友的小孩是现在大家所知道是在一个桃园这个瓦城餐厅里面在上班的。仁爱院区的那位护理师那他的序列出来，跟他曾经照顾过的一位确诊个案相比序列也是相同的。192的公费疫苗的预约平台它的网址是192.gov.tw在1月15号，就是明天上午10点就可以开始预约。这2天是过年前入境的高峰，今仔入境的旅客大约有3600多人，当天航班的旅客是有737个。桃园机场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一透早就去管制区来关心旅客快速 PCR 体检的情形。6航次。大概我们总共筛检了382位，那里面有29位确诊，那所以大概比例是阳性率是7.6% 左右，那顺便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3天半以来，我们总共有做了旅客总共1837位，那总共有139个确诊。今仔早起，六邦中长程的航班验到29个乘客确诊阳性率是7.6%。王必胜是表示，对11开始3天半拢总是验到139例。桃园机场相关的人员嘛，搁在第3台来做 PCR 的采检951个防疫客运车的驾驶全部拢是阴性，搁有清洁行李车的人员搁有保全计共有987个嘛是阴性，今仔个来采检6000多人。再来看桃园机场的军资案继续的探索，联邦银行中立建行分行计共已经有22个人获着。桃园市长郑文灿今仔早起表示，联邦银行又搁拓出一条新的传播链，就是洗滌餐厅的员工恐惊会搁为祸处理的人。桃园中立区联邦银行透早就防疫人员做银行内部的消毒，传播链持续在扩大。联邦银行确诊的群聚那么有衍生4位，一位是新北的航员的先生，另外3位是航员的母亲以及男友，那另外是聚餐的西提公司的员工。那这个部分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匡列采检，那所以有多采检出1位中立高商的学生。聊聊这间职业学校，宣布为即马开始预防性停课14天。另外，各有各校啊、甲国中有相关的接触者，嘛宣布预防性停课1天。我们呢，因为接获了教育局的通知嘛，今天有小朋友因为他的同住家人呢是确诊个案，所以基于最大的安全性，
我们今天全校都是预防性停课1天。另外，甲金爽歌友会及学员团保连有关系计程车司机，甲暗号17368做伙大的亲人，初步调查发现讲是桃园某一间泰式料理的餐厅的图纸。目前餐厅是停止营业，伫做消毒，毛扣了11个人以上集中检疫所。外省他今天还会开吗？不会，停业到那个16号。那联邦银行附近袂少店头是铁门拢拖落来暂停营业。另外，红扣的餐厅是宣布休困，这嘛影响附近店头的生意。桃园机场的团保连持续在扩大，嘛影响在地人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找找失联飞官的第4天，昨半暝，军方宣布讲找到飞机的残骸，冇找到人的镜头啊甲皮肤，随个物件送边管去检验哦，暗头啊就有结果。那些冰桶内底底着载是伫个对海地点所获到的物件，内底是底啥物？在场的军方人员无愿意讲，不过无排除甲失联的飞官有关。飞官陈毅失联第4天，搜救的行动共款是载时就开始，军方规划区域甲进前划定的区域是共款的。不过前一天暗时，军方证实伫13号下晡4点，除了发现弹射的一部分的零件，还佫有大量的飞机残骸，还佫找到亲像是手指、皮肤等等的物件。嘛，伫13号暗时送去嘉义市立殡仪馆，请家属陪同着检察官来相验。包括皮肤、骨头等等，经检察官与法医师于昨晚进行相验，已采集检体及家属之 DNA 送法医研究所鉴定。找到就是圆满，那也给家属一个交代。我会请司令部同意说明。检方表示，获得物件是手指、皮肤甲骨头，已经采集着家属的 DNA， 如果暗时结果会当出来。伫个搜救的现场，即是有渔民发现着安全帽。渔民讲，这顶安全帽看起来无亲像是飞官咧挂的，毋过会看到海上平稳了后，出海去浮，而且沿着水较深的所在，佮详细来找，看有其他的飞轮机残骸无。记者林伟婷、王刘婷、陈显坤家己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和兴医疗集团哦，亲像诈领保险，检方将指挥刑事局分29路去搜索约谈集团的营运长林书宏在内，佮有5个医师甲20个产妇去说明。林书宏最后是以500万交保。有作假病历吗？诈保吗？和兴集团的营运长林书宏并无回答记者的问题哦。检方接到检举，讲病院提供无实在的医疗证明，互产妇去向保险公司来申请医疗给付，有诈领保险的嫌疑，金额有上千万。和兴发出声明，表示讲尊重医师的医疗诊断，绝对无要求医师开假的证明，会配合调查。经过讯问，检察官认为5名医师涉嫌诈欺罪，营运长林书宏是以500万交保，其他4个医师分别是以100万到300万交保。再来关心疫情哦，本土疫情的管家今仔桃园嘛表示，佮增加6个病例，其中有1个是来自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证实讲，是甲银行确诊案例带做伙的亲人，因是住伫新北市伫台北食头路，目前嘛扩大疫调。台北市某一个当个隔离检疫的查甫人哦，所违规走到大厅，后来也嘛验出确诊，会罚款10万块。桃园联邦银行群聚案继续扩大，其中1个来自新北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已经证实，是和银行确诊个案带做伙的亲人，目前当咧扩大疫调。我们早就掌握到了，这个是联邦银行的一个先生，他寄住点在新北市，生活非常的单纯，我们一直在疫调当中，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在台北市。那目前我们还是在扩大精准疫调以及扩大筛检。侯友宜强调，面对 Omicron 的威胁，佮因为双北、家人和桃园是共同生活圈，新北市真早就开始全面戒备，台北市也袂当大意。伫大东区的这间防疫旅馆，就发生一个当咧隔离检疫的男性违规走出去房间到大厅，业者赶紧通报，想袂到隔天收到这个男性确诊的消息，造成当时和伊有接触的李干事甲警察也会互隔离，那这个违规个案也会罚10万块。就是有一些措施嘛，他觉得他不喜欢，然后有意见，他就擅自离开他的房间，然后到了大厅。本里的李干事呢，他因为接到通报以后，他就前往去处理协调的时候，所以说跟这位
民众有接触。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本来就违反相关规定，就是会开罚。那以他的那个时间的话，好像是最高额我们可能罚到10万块。今天就会去跟中央沟通，昨天已经沟通过了。那我们也希望排入他们后送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数量我们有230几间。春节进前有真侪单位拢会办买价，不过本土疫情退烧，有医师建议湘北、基隆、含桃园应该取消买价等等的大型参会活动。不过黄珊珊指出，活动会有一定的防疫标准，也依照中央的规定，袂有特别要求。若好友谊是提起，伫餐厅内面食物件也要做好防疫，保持适当的距离，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北部疫情在退烧，过年敢会当出去佚佗咧？本地春节期间订房率有9成昆丁这的饭店，已经有真侪民众拢在问退订的问题咯。小琉球嘛是哦，业者是认为讲，搁爱观察未来1礼拜，伊嘛是真烦恼讲生意会搁受到疫情的影响。屏东垦丁去年受到疫情影响，伤害到观光业。真无简单，疫情控制了后，拜六礼拜甲假日总算阁迎来旅客。今年过年饭店的订房嘛有9成以上，但最近北部疫情愈来愈严重，嘛互民众阁开始唔敢旅游啊。这一波我们在年假的订房已经拿到了，已经截至今天为止已经拿到了17笔的退订。询问的电话有，但是取消的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所以春节还是保持在客满的一个阶段。唔拿垦丁同款伫过年期间订房真满的小琉球，最近嘛接到未少问退房还是延期的电话。已经客人在陆续的在做评估考量，看疫情影响的程度而做判定。虽然卡来问的电话真多，但因为前2摆的疫情，台湾最后拢有控制落来。业者认为，目前大部分的人搁伫考虑，就惊伤紧退房，后壁要重新订会订袂到。旅宿业者接获了许多有关退订的电话。但是呢，目前大多在观望中，毕竟呢，前2波都被我们控制下来。业者真紧张，就惊北部疫情继续落去，会搁一摆影响当地观光。屏东交流处表示，屏东的景点，特别是垦丁，自去年 Delta 病毒爆发了后，就一直维持真悬的防疫规格。就算中央无提悬防疫境界，嘛会确保民众旅游的防疫安全。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桃园联邦银行进行分行员工去西提餐厅食买价，向餐厅的工读生拢胃着病。有专家是真烦恼讲，奥密克戎上高烧话咯，应该加强社区的体检，疫情才袂一直传出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传开，桃园联邦银行规定烧话已经14个人确诊，因为银行员工1月初7，捌伫中立西提牛排有参会，无想到让1礼拜13暗又搁传出一个餐厅的工读生来感染到。对于这件代志，有专家去烦恼，Omicron因为话真紧，要加强社区的体检，安尼无社区传播力，恐惊无法度防范。如果有跟他接触的人，就是赶快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然后找到之后阻断它的隐性传染链，这是现在目前当务之急。Omicron 真够为人，准讲实施防疫作业的专职病房护理人员，短几天已经有3人确诊。感染到的居家服务人员去联邦银行办代志，也将病毒喂予银行的员工甲伊的家属。国外专家的建议，喙暗都要挂2盐，也是挂 N95，安尼才有效。对这件代志，国内医师无认同，认为安尼电到影响喘气，甲喙暗摕落来机会会提高。一般民众只要挂1盐，医用喙暗就会当防止病毒。面对面的2个人，2个都戴口罩的话，那其中有一个感染，那对方被感染的机会其实是10%以下。那假如说他口罩一方面有拿下来的话，他感染的机会就可以到50%。医师表示。N95的喙暗，干那处理确诊者的医护人员才需要挂，若挂伤久会影响到脑部含氧量，所以无应该挂超过1点钟。另外也建议民众伫餐厅用餐，需要甲人讲话时阵，建议先甲喙拭落清气，挂喙暗才讲话，还是食煞喙暗挂起来才开讲，安尼就会当降低伫食饭的过程中感染到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情势紧张，中共的威胁不断。国防部开9亿外买4只的布雷艇，总统蔡英文早起也去左营基地来主持成军典礼哦。总统表示，这是海军史上头一届来建立布雷艇中队，任务执行的难度是真悬。船顶嘛有咱中科院研发的自动化的布雷系统。是民国111年
1月14日起成军服勤。宣布新军令授期受印，总统蔡英文伫国防部长邱国正、海军司令刘志斌陪伴下亲身指导，正式宣布快速步雷艇成军。国防部用9亿外敌无4架快速步雷艇已经全部交船。总统蔡英文则是亲身主持192舰队步雷大队第1、第2雷艇中队成军典礼。这是海军历史上头一遍建立步雷艇中队，快速步雷艇会当当红影，快速达成任务。在过去，海上布雷作业都是由我们海军的官兵乘坐登陆艇，以人力投放。除了布雷的速度有限，在海象恶劣的时候，任务的执行难度也会更高。现在由龙德公司打造的布雷艇，再加上中科院研发的自动化布雷系统，不仅更能抵御风浪，海军弟兄姐妹在执行布雷作业时，也更能迅速确实达成任务。总统强调，快速步雷艇加入海军保护国家，代表国防产业的成果。快速步雷艇由两条造船制造，有导航定位能力，除了航速会达到14节。在各种水雷，快速步雷艇上大特色都是甲板顶安装中科院研发的自动化步雷。我们每个海域都有不同的相对的流以及风的条件，那我们相关的它的出海的限制，我们的都经过相关的作案测评的律定。其实我们在布放下去的时候，就是第2、3轨都会陆续有备变的水雷的部分，所以投放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若是快速步雷艇未来伫个作战的时阵，会扮演倒一种角色？海军是讲会当联合友军共同防卫，延慢敌军登岛作业，维护台海安全，同时确保咱国的海上交通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军公告今年调薪4%，教育部昨伫大学校长会议宣布讲，补助学校人事开销的部分，要对7成提悬到7.5%。会中有66间学校嘛同意讲，今年的学杂费先无要起咯。大学的学费甲杂费已经17年无起啊，有学校希望起价，不过若要调整是无遐尼简单，加上疫情搁咧炭烧，物价又搁起价。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66间学校伫会员大会决定讲，今年的学费甲杂费拢袂起。最近的疫情的确，大家造成经济上蛮大的压力，少数条就会被大家关注哈，所以一般来讲，大家都比较希望就是说能够步调一致嘛，那不要到时候有些人送，有些人没送哈，那这个会大家也顾虑到这个形象招生的问题。理事长葛志雄表示，理监事甲所有会员会同意唔起价，主要是因为教育部答应补助本项等法定义务所增加的额，也就是要补助薪水的7成到7.5%。那无一年增加1-2千万的人事成本，实在是袂堪得。部分的学校本来私下跟我提起，董事会本来只是支持调本俸的，啊，但是知道教育部这个措施之后。有几位校长跟我讲，他们要回去问董事会哈，是不是要把学术研究费一并调涨上来？我们宁愿各个学校哈自己能够在内部去解决，但我们更希望部里面获得更多的一些补助哈，因为我们希望涵盖教职员工，而不是只有教师哈。大学肯定教育部的补助，也唔望这条补助会当久长，唔通一声就冻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要管制财团甲私人用地提出买地贷款控管的办法。银行审批买土地贷款，地主必须要保证要伫18个月内底动工起厝，无得按照比例来回收贷款，也是逐档来提悬利息。为了避免建商利用用资囤土地，甲土地价销差悬，中央银行佫推出买土地贷款管控的措施，针对金融机构审批买土地贷款。借钱的人爱保证讲，上久伫18个月以内就要动工，若无会按照比例甲贷款收回来，或者是每一年提悬利息来管控。中央银行定18个月，像这样的政策，开发商是做不到的。一个土地的整合呢，常常都要3年以上，甚至于8年、10年的所以这么短的话呢，一定会造成开发商资金的不足。你既然买了地，或者要求要贷款，你现在贷了款就要用嘛。这1年半的时间让你已经有相当时间了，那你说你要去整合地，那含整合人就先不要贷款啦。罗正英表示，建商买土地了后申请建造开发，加上整片附近的土地，至少要3年才有够。
这个规定施行了后，若是无法度伫年半以内动工，利息就会增加，会影响开发的成本。加上最近包括沙石啊、红毛土等等建筑的成本至少增加40%，厝价买到是更较恶。会互推案甲交易的速度变较慢。对中小型建商来讲的话，因为第一个他们通常购地规模不太可能容易达到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土地，那有一些的话，它必须从小面积的整合。那如果需要整合的话，那常常就是5、6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以这个1年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压力来讲的话，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卖厝的中人业者表示，中央银行透过金融机构这边来缩按资金，对资金充足、开发能力好的大型建商，其实影响并无大。不过，若是规模较细的建商，会头一个受到影响，造成小型建商要买土地是愈来愈困难，大间的是愈发展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最近第3波的疫情开始探息，昨通报讲24点钟内底，就新增加超过247000例哦，有380个人死亡。印度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计共嘛已经有455000人。印度嘛宣布讲，餐厅只会当买回去食，饭店开放一半员工上班哦。也毋过，这2天印度有几百万的信徒会去恒河。印度嘛呼吁民众爱先做体检，嘛爱挂2层的喙罨。在恒河水的无人机啊飞到民众的顶悬破水落来，这是死亡者拉帮风吹节无人机的一个任务。另外一个是伫空中消毒，恒河洗浴场顶洗净罪过来得到救赎。当局表示讲，14、15这2天会有上百万的信众来遮，呼吁讲都爱体检，挂香烟喙罨，唔通闭喙烂。除了讲，还有烦恼环境来强制保持社交距离，会发生相打，嘛惊讲出现超级传播者。2021年4月，印度政府坚持无要停办全球上界大的宗教盛事大乌节，苏当时互数百万的民众入去到恒河来洗浴，上尾引起真惨重的疫情。即马国惊讲历史搁再来重演。印度13这天通报过去24小时内有新增加确诊24.7万例，比一个月前的高一日新增加确诊关出30倍。Omicron 已经取代 Delta 来争做主要的流行病毒。即马第3波疫情较温和，和去年4月、5月数十万人死亡加相比，住院和死亡的人数有较少。Local containment पर ज्यादा फोकस करना बेहतर होगा, जहां 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और तेजी से टेस्टिंग हो, ये सुनिश्चित करना भी आवश्यक。卫生部表示，目前轻症头发烧用一般止痛药就会使。不而个有300个地区感染率已经为1礼拜前无到80例，开始出现有增加的趋势，袂当来无注意。嘛因为确诊加真济，印度政府宣布餐厅酒吧禁止内用，干会当外早。饭店敢若准一半的员工来上班，目前包含德里在内真济城市，当咧实施包含夜间宵禁在内真济项防疫限制。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嘛，拖甲真厉害哦！别讲嘛，宣导民众喙罨要爱挂好势，嘛考虑讲要增加 N95加 KN95的喙罨，互民众来使用。每个月嘛会提供学校1000万支的体检试剂。北京防疫特别小组12日线顶简报会指出，过去1礼拜，美国平均染疫单日人数增加33%，死亡人数增加4成。未来几礼拜会达到这波疫情高峰。拜登政府真正考虑，让美国人更加简单摕到高品质、防护力更加强的喙罨，亲像 N95或者是 KN95喙罨。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表示，真紧会伫网站顶端更新这个喙罨的防护资讯甲建议，啊，不过袂特别去改变建议挂倒一种喙罨，因为原以外都是上好喙罨。CDC continues to recommend that any mask is better than no mask, and we do encourage all Americans to wear a well-fitting mask. The best mask that you wear is the one that you will wear, and the one you can keep on all day long, that you can tolerate in public indoor settings and tolerate where you need to wear it. 奥兰多中佛罗里达大学12日发表伫传染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显示，挂喙罨影响人伫讲话加速时阵，喙头腔传播的距离减少一半，是防疫的好物件。因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具传染力，联邦政府加强机关学校伫疫情相关的情形之下保持开放。这个月开始会为学校提供500万次快筛、500万次 PCR， 总共1000万次检测，避免最近芝加哥公立学校老师甲市政府政策倡导刷停课真济天的问题佫发生。另外，辉瑞 BNT 研究发现，青少年组疫苗
了后，应减少94%的染疫带疑率。意大利疫情严重，那不勒斯12将17间小学迁做疫苗注射中心，为5到11岁囡仔注疫苗，边有志工穿道具的衫，为囡仔加油。志愿也个领到一个奖章。这个总理小资12去国会继续游说大人强制注疫苗法案，和继续派培训师分裂社会。执政的社会党按算3月表决通过这项政策。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目前热人的南半球的澳洲，一寡沿海的庄头昨下晡温度升到50.7度，甲南澳洲伫1960年所创下历史高温的纪录是同款的温度。顶个月才结束火灾的西澳大利亚州，这几天爱阁忍受高温。海岸城镇昂斯洛往年这个时阵的平均气温是36度5，不过当地时间13下晡2:26分，煞出现50度7的高温，这边南澳洲伫1962年所创造的历史高温纪录。气象专家预测，10时气温也阁会进一步升悬。历史高温纪录恐惊会阁创新。西澳另外2个城镇马迪、罗伯尼，港的气温拢超过50度。罗伯尼甚至阁传出高温致使办公大楼的空调设备失灵的消息。另外一方面，美国2大科学机构太空总署甲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13公布最新的数据，讲2021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是14度7，伫地球的高温年排行榜第6。亚洲、非洲、中东25国拢总18亿人，去年拢体验到4命中上热的一年。We also saw new record high temperatures in 25 countries. So 25 countries had 2021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for that country, including China, South Korea, Bangladesh, Saudi Arabia, Nigeria. 科学家警告地球人为暖化若是安尼继续落去，升温的苦果当然想会到。If you sort of take the rate of warming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and you just say, okay, let's assume that the world keeps warming at that rate, over the last 40 years, we'd pass 1.5 degrees in 2033 and 2 degrees in 2059. 地球变小的效果就是小风、大雨、大水，也甲森林火灾、极端气候的形态的天灾会更较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的消息，咱来看台南麻豆分局6家警察昨透早在处理一件货车的车祸哦，车顶结果发现讲车顶拢是起厝的粪扫，警察嘛随通知环保局，嘛发现讲司机是要载这的粪扫去弹掉，是非法的行为，就让移送台南地检署来侦办。13号深夜4刻，这台大货车伫台南市6甲区一处偏僻的气温，无代志去弄到电火条，经过民众报案了后，警方到场才发现，也有另外一台大货车，不过2台车拢载满了阴间的混合物，马上就通报环保局到现场来稽查。发现2辆货运一引车后，车斗载运物品疑似违禁废弃物，立即通知主管机关环境保护局人员到场查处。环保局人员来到现场了后，发现2台大货车是来自苗栗甲南投，疑似要探到暗时到现场来倒非法输液废弃物，但是因为路草无雪，无说离去弄到电火条。2台车嘛拢无刻有输液废弃物的产生源，以及处理地点证明文件，侦讯了后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由麻豆分局6甲分驻所移送地检署来侦办。发现2台大货车的司机都没有携带随车证明文件，而且他半夜在这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相当的有这个要弃置的意图，但是详细要追问他们实际的来源他们都推说不清楚了。过去拢是先去用到环保局协报了才追查，这次却因为司机路草无适宜抓到，对此台南市环保局嘛强调，对于这款的弃置行为，拢会严格来认定，呼吁业者唔通心存侥幸。记者郑云台南报道。苗栗造桥一间废弃物掩埋场，伫去年12月28恢复试营运，也毋过争议是不断。公司昨甲自救会沟通，也毋过并无共识。今仔有立委就找相关的部会到苗栗去沟通。自救会代表是坚持讲应该爱先做环评，也毋过这间公司是强调讲，伊是使用旧的法规，所以并无违法。2个立委会同苗栗县府甲环保署等等的相关部会去苗栗昆雾掩埋场会勘。自救会代表即期讲，恢复试运转的审议有疏失，问环保局的代表，伊煞拢无在答回答。我们合理的怀疑，你这个都是一个违法做成的。
我们全部都是依法行政。主计会指期讲，空务公司甲往回掩埋场附近的车路封起来家己用，外口还佫有办公的场局，实际上使用的情形，甲当初申请的1.79公顷的土地是天差地。不过，标立管府煞佫甲这条车路认定是原地独有的巷仔，唔免纳入申请的范围。主计会是真恶接受。我们是要求他一定要环评，你因环评而未环评，这本来就是不应该的事情啦。作为一个政府，应该要求业者守法，而不是协助业者犯法。不过，空务公司的代表嘛控诉自救会对因使用暴力，嘛强调讲申请迄当中的法规规定讲，开发范围伫2公顷以下都免宽屏，而且提出诉愿成功，恢复试营运的过程嘛有合法。是因为我们当时申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不需要在2公顷以下是不需要环评，所以我们还是用旧法。空务公司伫苗栗造桥龙城村申请设置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去年初暂停试营运了后，业者提诉愿成功。12月20日，苗栗县环保局搁一届同意试运转的计划，伫28发生冲突。立委甲环保署表示，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议。在20多年前的这个设置许可之后，事实上20年来始终没有办法取得处理许可、运转许可的情况之下，到底这一个设置许可还能不能够存在？争议连外道路的部分，还有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水泥建筑物地磅的部分，我们都会逐一的来做确认。环保署表示，为目前使用的情形来看，应该把连外道路甲附近的设施纳入兴办事业计划范围，已经进一步了解苗栗县府审核过程感受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大鸟伫东部出现哦，这2天又有人伫台东大海生态池发现3、4对正罕见的野生鸳鸯。台东县野鸟协会嘛呼吁讲，想要看这个鸟仔哦，唔通上挖近，才袂甲因惊到。天气寒冷，不过台东大学图书馆边啊，也是有真侪水鸭伫湖中咧游来游去。最近伫校园的生态池内底发现真侪水鸭来遮休困，不时伫树林佫走出来活动。因为这个鸳鸯伊是生长伫日本甲中国东北即块地啊遮，冬天时啊才会来落南飞落来。不过这个冬天飞来台东是真罕见的记录。它的习性主要还是在以水域的部分来活动，尤其是在水岸边。这边拢总发现3只公的4只母，公鸳鸯的毛草真青笑，还佫一直甲边仔的母鸳鸯咧追求。苏俊英讲，鸳鸯的繁殖期一个到3、4个月，应该袂伫咧台东来繁殖。传说中鸳鸯代表专情，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鸳鸯公鸟它其实在跟母鸟交配之后那其实它就会再另外找别的有点类似像负心汉。鸳鸯是二级保育类的野鸟，苏俊英提醒民众，赏鸟的时阵唔通伤挖近，安尼才袂甲因吓惊到，后一遍要看到因就真恶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政府为了鼓励民众生囝，昨宣布讲公共托育人员对这个月开始加薪水4600块，厨房的人员嘛加薪2000块，望讲透过加薪，甲人拢留落来。高雄公共托婴中心一班才16个囡仔配4个老师，环境算袂歹。不过无到2岁的幼囝实在歹照顾。高雄市府宣布要替这个托育人员加薪，对目前起薪3万块，增加到34600块。另外，厨房人员嘛加薪2000块，高算有356人受惠。因为跟准公共化的幼教人员的薪资差距大概有4000到6000元左右那所以造成托育这个人才延揽不易，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那再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这个托婴中心去服务。加薪了后，高雄的公托人员薪水就甲台北、新北同款。其实对公共托育中心来讲，这几档确实无法度甲人留落来。幼儿园这块，因为调的幅度其实比我们快多了。今嘛嘛是会烦恼讲，好不容易培力起来的这些专业人员，可能怕会是往另外幼儿园这个部分。市府唔但增加托育人员的福利，目前28间公共托育机构，今年要增加到53间。台湾已经连续2年人口负成长，今年阁拄到好年。高雄打造友善养囝的环境，希望增加少年父母生囝的意愿。记者邓家文、赖伟做高雄报道。
婚林赛咧有一个社区，请老师来教时代做乌龟壳，摕传统的人绳、米螺等工具来吹粿哦。时代是愈做愈熟悉，莫互因怀念起古早囡仔时代的生活。甲人参挂掀开一柜一柜香港广告好看头的乌龟壳摆地地，这人参内好滋味，全部拢是西里下南社区的时代家己亲手做的。好爽！嘿，以前敢有捌做过？捌啦，捌啦。以前少年遐捌啦，啊，真久无做啊，啊，即摆吼年岁我，直接照我上老，我80几岁啊了。这些长辈吼，他们比较会怀念。会怀念以前的那个什么红菇粿啦、炒粿啦、藕粿壳之类的安尼。啊，所以我想讲，让他们参与有一种那个怀念的感觉，这样。下南社区专工请老师来教时代做乌龟壳，大家动手做，怀念起少年时代做过迄当时。事实上，大家早就已经是老手，只是久无做，会有淡薄仔找数。像这乌龟壳，啊，大家来摸一下，因过去较早拢较困苦的时阵，拢会做乌龟壳起来，啊下咧，啊互因咧想着，啊慢慢来食呢。所以讲即摆因做着安尼足欢喜。渐渐长，受苦无人问，行到田。上开头咧，嫁娶嘛拢用这，啊了后，阮阿公、阮阿祖拢做媒人，拢是用这咧担，要送伊互查某迄头。除了有时代亲手做的乌龟壳，阁有像这人绳、米螺、扁担，规组专业的吹粿技师，大概小者单单四个细，袂输阁登去囡仔时代同款，用人绳吹出来乌龟壳，唔那好食，上重要是阁再考啊大家再现过去装卡较甜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智慧农业中心办新农教育体验的活动，带学生去认捌可可啊，这热带的作物，嘛，互因体验巧克力制作的过程哦。那么做伙来了解。屏东灵魂国小的学生囡仔来到可可啊树园，详细认捌观察可可啊的生态，也是这体验制作过程，了解到可可啊的籽是安怎变做因上爱食的巧克力豆。但是不会坏掉。就揉一揉，也会弹回来。了解到巧克力制作过程，可可豆它的成长过程，还有要怎么变成巧克力的过程要有哪些？屏东科技大学智慧农业中心即届举办实农教育体验活动，进行果子园的导览，带学生囡仔认捌可可啊等等的热带食物。了解规个对采收、发芽等等的过程，让小朋友们从这个可可树一直到采收果荚，然后怎么发酵，一直到可以做成巧克力，然后他们还可以就是自己定模带回家这样。我们宁远的一个食农教育，让小朋友对这个热带植物的栽培、科技的这个栽作的方式，有不同的体验哈。然后让小朋友对这个领域能更充实，这样子哈。透过这个实农教育的体验，学校希望和学生认捌在地特别的农产，也更加了解科技农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看艺术表演，常常拢有观众怨叹讲拢看无。咱来看嘉义有一个舞团哦，应该叫做看无舞蹈剧场，因带民众伫庙埕跳现代舞，望讲大家拢有机会来接触舞蹈，开发家己的身体。公司第一代青春咱的网伫7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看讲，伊是安怎来推杀现代舞。庙是台湾人的信仰中心，嘛是传统艺术的表演空间。伫庙埕可能真侪人拢有看过布袋戏、歌戏，但是你敢有伫庙埕看过现代舞？这个庙靠暗棚啊，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说那个人人都可以跳舞，跟人人都可以参与地方信仰的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只是我们把它提高到了一个表演艺术的层次。因为侪人对现代舞的印象都是看无，所以号名叫做看无舞蹈剧场。因伫家己逐年办庙口暗访，互一般民众来欢喜跳舞，嘛通了解啥物是现代舞。
可能1/3的人根本就无跳过舞，嘛无看过现代舞嘛，唔知啥物是现代舞。啊，我是感觉讲，安尼学生啊，安尼舞者是上一流的，不需要先从知识，不用从定义来了解舞蹈。看无舞蹈剧场是2006年由中正大学舞蹈校队所创立，2011年开始由苏品文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带领看无行出校园。伊认为，伫无啥物专业艺术资源的家己，职业舞团的存在有真重要的意义。看无舞蹈剧场啊，伫家己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都是讲这个县市有一个职业舞团。因为当他有职业舞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制造的是创业跟就业的机会，他也可以创造的是同好之间交流的机会。看无舞蹈剧场对家己这块土地出发，唔但互现代舞的艺术生态到庙埕，嘛要支持台湾新世代的艺术家继续创作，互这项看无的艺术遍地开花。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嘉义县报道。要参观总统府哦，麦当来申请全台语的导览哦，将总统府就专工为一群囡仔来安排台语的小解，咱嘛做伙来说总统府。但你安怎讲？对，喙暗，吼，来，咱去继续行。喙暗挂好，对导览人员行，大人囡仔做阵用台语认捌总统府。咱这看差不多无占到这么悬，这个塔，但是你100年前伊是专单位相关。计奖50位大人囡仔13日间申请以全台语来导览参观总统府，因讲台语会使真自然，希望向大家来推广。我7岁了，所以我差不多7年了。甲朋友讲哦，你来参观过总统府。应该吧？伊厝的人啊，都伫遐讲，我嘛要去。其实阮会去四界参观啦，但是不管是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总统府嘛是一个想要带囡仔来熟悉的所在。其实重点是讲，不管阮去啥物所在，阮就是希望讲会使有台语的导览。目前的社会，大家拢无惯习讲囡仔会讲台语，这其实嘛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嘛。团体当中有真侪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学台语，嘛真侪是敢若听有台语，袂少民众拢感觉因真特别。总统府表示，针对导览的部分，负责导览的职工计共有170位，其中40位是负责台语导览，占整体23.5%。其实台语踮咧部分的用词、语词吼，可能甲即马华语的习惯用法会无啥共款。拄着即个较特别的语词吼，尤其是台语方面的语词，会搁进一步加强的来讲解。互民众会充分的了解这个内容。家长表示，讲台语是真自然的代志，而且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尤其是伫公部门的部分，各种国家语言的导览拢已经有需求。望各种国家语言的需求会使互大众看到。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过去的观念哦，乌色面油是无啥物经济价值，也毋过这几冬消费者认为天然的上好，乌色羊毛哦，就变做是上清的产品咯。澳洲新南威尔斯省的牧场内底，一大阵乌色的绵羊真欢喜伫草坡食草，较早无人爱，即马真侪人抢。这个价销是500澳币，相当是1万外台票的乌色羊毛毯，一个开始卖就销了了。Demand far outstrips supply. At the moment, it's been incredible, the response, especially from North America. 过去观念白色羊仔毛较好卖，因为染白色的羊仔毛比染乌色的羊仔毛较简单。白绵羊家族生出乌绵羊，那看起来真奇怪，也互人认为无商业价值。啊，毋过全球即马开始介意天然毛草，乌色羊毛商品袂过无人爱，甚至变做流行。苏菲翁仔某决定要饲一阵乌色的美丽糯绵羊。Coloured sheep are building up a reputation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ol, which has been a really big focus in our breeding programs. And consumers are certainly looking for a range of naturally coloured fleeces.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we don't contaminate our white wool flock, and there's 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black wool, but it's a different market and we need to keep them separate. 但你讲是有色绵羊甲白色绵羊一定爱分开剃毛，而且剃完毛的羊条一定爱好好清洁，才袂甲乌白两种羊仔毛揽做伙。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世界级的古迹法国巴黎圣母院会在中建工程，爱到2点半才会完工。
法国有电信业者设计出一款圣母院虚拟实境的体验活动哦，45分钟就当来了解圣母院的历史。法国的电信业者 Orange 伫新开选门，设置一个500平方公尺的空间，让参观者透过虚拟实境的牵挂装置。45分钟的时间，就会当完整重温圣母院大教堂为中世纪建造初期到2019年后大火烧掉的历史过程。C'est assez impressionnant. Je trouve qu'au départ, on est un peu angoissé. Et puis en fait, on oublie complètement ce côté enfermé parce que l'environnement est absolument magnifique. Par contre, il ne faut pas avoir le vertige. Ça fait quelques sensations assez étranges. 用虚拟影像彰显伫参观者的眼前，除了圣母院本身的建筑之外，也有中世纪开始建造时阵的四khu位的环境。宗教仪式进行的时阵，建筑物内部的景象，甲大教堂塔顶的景观全部立停，也可以当选择有知名的建筑大师维奥莱勒杜克，也是前总统戴高乐将军的声音做向导。这套圣母院虚拟实境体验是由法国一间新创公司 Emis 所设计，50人的工作团队，包括真侪位历史甲建筑学者。圣母院的重建工程预计2024年完工，重新对外开放。伫这进前想要体验这座国际性高级服务的人，开30欧元买一张门票就当体验。这项体验活动未来也有计将搬到纽约、罗马、莫斯科等城市举办。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芬兰一间新创公司，利用空气、水果、电脑生产出一款新的两倍质的食品，无农业的污染，也袂排放二氧化碳，望讲会当来解决粮食危机的问题。做回来了解。实验室内大大小小机械正在运转，这是芬兰的新创公司太阳能食品以空气来制造两倍质的实验室。这间企业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提出的制造太空食物概念，佮结合水、空气、电力之下，生产出一种叫做首领的两倍质食品。根据知名期刊《自然食品》去年3月发表的研究显示，全球产生的温室气体有1/3，大约181亿吨二氧化碳，是由全球粮食生产系统所排放的。新创企业生产的两倍质是伫发光器面中由单一微生物开始培养而成的。制作原理类似麦芽酒发酵，透过电力甲水分解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甲水中的氢气，生产出两倍质。也佫会当牵涉制作成分啊，所有过程无需要经过农业手续，加上所有电力来自再生能源的时阵，就会当将碳排放量降到会当讲零。Is that about 1/3 of the climate impact is due to human action is due to what we eat, and about 80% of that is due to animal production. So we need to remove animal from the food supply system to a large extent. Solely nutritionally similar to meat and meat-like products, dairy products or milk,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to replace. 根据联合国资料有估，到2050年，全球人口会增加到96亿以上，粮食需求量预计将会增加到60%至100%。虽然在气候暖化影响之下，全球粮食生产量有不足的危机，不过这种新的两倍质首领会当以光合作用的20倍速发角生产，也会当制作出符合太空人所需要的高两倍质食物。新创公司太阳能食品已经在2021年秋季投资建设生产工厂，预计会当在2023年上半年就开始营运。当年生产400万份两倍质粉啊，为解决粮食危机做出贡献。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